如果不嫁富二代的话，我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我的容貌、我的身材都会，还有我的社交的礼仪，还有美好的品德、美好的性格，就甚至是灵魂都会被毁了。只有嫁到富二代，你这些东西才不会被毁。对。我爸爸是国企的员工，妈妈是大学的宿舍阿姨。我有去世纪佳人打听过我能嫁多少的，然后其中一个红娘说我可以嫁2000万资产的，不过我自己想嫁5000万的。他怎么评估到你能嫁2000万呢？就是身高、体重和我目前的一些思维方式。对，我人格独立，这是我最大的优势。大约是在要5000万以上。因为我觉得拥有一定的个人资产，这首先可以证明他一个个人的价值，还有是证明他的能力。我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年龄我所接受的16岁到25岁之间。因为成熟的一个男人，我们不能够说，他只有20多岁。你的心理预期是找一个多少资产的男士呢？1亿以上。我觉得我就应该是找一个1亿以上的，因为太少的话，我就觉得在一块的话，好像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。生活的条件就是要找一个有钱人，随时随地能给我20万，随时随地能给我20万。他里面要是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的，心地善良，然后要有孝心、爱心。帅哥，你们觉得我很漂亮吗？你觉得我有什么不同吗？